大家好，我係 Jennifer，我從事僱傭行業已經超過18年，同 BNI 結緣前後已經7年。呢段路上，我曾經離開過 BNI 1年時間去沉澱同埋反思，而正喺呢段經歷令我更加認定 BNI 呢個平台價值。最終我都選擇強勢回歸，親手創立 Summit Chapter 鑽石分會。因為 BNI 嘅強大人物網絡同埋資源嘅支持，我嘅事業實現咗大躍進。由單純嘅服務零售商轉型成為行業嘅核心供應商。目前集團旗下已經有6間嘅僱傭公司，下游合作嘅夥伴已經接近20間。與此同時，我更加聯動咗會有嘅資源，新增咗伸展治療、BB 急救班、專業培育等等嘅多元化服務，真正實現咗資源互通、業務共贏。我更運用 BNI 呢個平台，打造咗屬於自己嘅 Power Team。我今日收到個 case 係照顧中風病人，我就所以交咗俾外籍護理員阿 K 去處理。咁因為我哋同個客人了解咗身體狀況啦，咁但係因為申請期咧都大概要等2個半月，喺佢呢個短暫嘅時候咧，我就介紹咗 Priscilla。我哋收到阿 K 嘅 case 之後咧，我哋就即時派咗護士上去咧做一個嘅家居看護嘅服務啦。同時間咧，我哋都會派註冊護士上門做一個患者嘅身體評估同埋環境嘅評估，交翻個報告俾阿 K。因為報告入面有啲特殊嘅技能係要培訓啦，咁所以咧就將佢咧就交翻俾阿 Jack Sir。咁由於個 patient 咧70公斤，咁我提供咗專業嘅重量訓練俾護理員啦，亦都需要伸展治療，咁啊將個 case pass 咗俾 Hanson。其實我哋就主要幫佢咧放鬆翻一啲肌肉啦，同埋拉伸一啲筋膜，等佢咧日後咧慢慢咧同你再鍛鍊一啲進食啦或者行路嘅訓練咯。呢啲 case 咧，我會進行定期跟進嘅。譬如3個月後，我會打俾僱主問佢有冇其他嘅需要。如果佢話有，我會揾翻合適嘅會友加入我哋嘅 Power Team。我好多謝 BNI， 因為 BNI 俾咗我好多人物資源同埋力量，令到我事業不斷加速，可以越做越強。我再一次感恩自己當日選擇加入 BNI。